今日27號又嚟睇荔枝啦，呢啲係早水嘅妃子笑，好大粒噶啦。呢啲咧仲有未甩料啊！有啲人講我揾靚嘅拍，講老實啦，我成百畝荔枝，有百幾十棵冇理想係好正常嘅，而且我果然冇理佢產量如何，都歡迎粉絲過嚟一齊交流。有啲黑粉講我吹水，冇係種果嘅，只係賣藥。我冇鬧黑粉嘅，甚至會感激黑粉，因為有你哋嘅質疑，我會更加努力，更加上進。所以黑粉我亦都歡迎你過嚟我果園一齊交流。啱眼緣嘅，可能湯雞同你跌翻杯。呢啲都係噴咗3次壯果浪噶啦，長勢如何啊？呢啲仲大粒啊！壯果浪可以緩解生理落果，可以加強細胞分裂，增加細胞數量，促進果實嘅橫向生長同埋縱向生長，提高果實嘅膨大率同埋產量，去改善品質。我哋可以用壯果浪直接噴到荔枝紅頭，紅頭之後我哋再噴2槍萬薑紅去着色，你嘅荔枝就會又紅又甜又大，又會比隔離老王嘅早上市。壯果浪一包係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我哋隔700天防蟲嘅時候一齊去噴，直接噴到荔枝紅頭。期間你冇需要加任何嘅鹽面肥，就係壯果浪就 OK 啦。未備好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需要3-5天時間嘅。祝大家萬事如意，合家安康。